干看了后，我要下个了数。老家。你看，来嘞，你看，于是太爷总共367分全部跌下去呢，又有天使吹，可以天上8条，老太爷让你不妨一看啊！太爷啊，莫忘记对阿条百姓讲句话吧。你接听吧。来人啊！在。上会同准备一好。启禀太爷。杀鬼同准备好，太衙门外候哩。该人当然，将人当到门外行起来人啊，将佢捉起来。
你俩这畜生，你真是送爱什么啊？你用做事，而你叔父子相依为命，你记得吗？你小汉的时间，你对俺娘办公啊？我记得。阿爸，父亲啊，父亲，父亲啊！哎呀，乖子，你有作小吗？你有失报吗？父亲，爱做有手是有报啊！人讲男人太冲动，敢做就会敢当啊！哦，我永远会记得父亲你讲的吧。男子汉太冲动，会敢做敢担当。这你根本嘅要乖乖读书么啊？有啊，我要乖乖读书，还爱友好父亲。以后不但爱考天命嘅状元，我还爱做一个太监啊！你这咋？还比父亲还那亲民嘅情感呢？何以该情感啊？哈哈哈哈哈！父亲啊，我唔爱帮你什么啊？是啊，那个乖子，那个字啊，字啊，字啊，阿爸，字，阿爸，生父啊，来看字。我點錯咧？自己點錯咧？我要改頭換面，
我这里要改头换面啊！唔太硬，我知他石头，叫我改头换面，望你要去条山路吧。太爷，口上上，你该本你自己去跳个上路。太爷，虽无肢体，虽无情义，太爷啊，你不要对爱自己所害的缘分，红人本你上路。太爷啊，希望你太公无私，为阿斗放向深渊呐！爱，阿爸，还记得头摆个小世界，你特别交通爱个男子汉太冲突，我感受咁感动。俺们不你什么，阿爸，俺不你太什么嘞？我应该感动，已经中路难平，数自己不好，从今不你开始，我总得再来陪伴服侍，要好阿爸你，像阿爸你，下令帮不好子。我来做一班男子汉，我一时来车吹呀，将阿爸你生全，好，不愧是我罗家的好男儿，来人啊，将罗山府得进石怀通出现。什么？你后悔吗？爱慕自己冇想要本人丢入石灰桶来死，死出嘅石灰桶只是世界派架子，为害阿爸你羞愧终身呐！那样个意思嘞？三夫想要死在阿爸你嘅剑下。自己帮阿爸你梦想，已经不要帮阿爸你太公无私，亲属将爱杀死，怎能得恢复阿爸你情感的美名啊？来死他！我的剑下。求阿爸你真强爱。一上深泉为千朵，三里溪别出心松。
就爱吃过嘞啊！嘿呀，时间飞翔，港土种菜，结人一生小牛要吃菜呀。啊，唔过廿八个老太人，无老安尼公报私塾咧，放上京去，捞去晨报，讲爱本人升级，嘿嘿，有3级无？哎呦，官场稀稀落落啦，谁是个无上？有乜个好留恋界？还不如我呀趁年个好友来个自私嘛。我系十九来天天醉，一夜无酒心外醉。人讲十九真糊涂。我那19啊，穷掉杯。太人啊，讲到你妈真奇怪呢啊！这意思头你唔走啦，做乜嘅偏偏等到3更半夜？你爱点呢？3度风啊！有俺阿妹，呀不要，哎呦，我有那个鬼哟！呸！哎呦，以下有咩钱嘅班，以下赚嘅班，哪里来嘅鬼？我再讲，我以下做官真气冲天，鬼看到我就会惊我，那有可能啊？冇可能的啊！冇可能，你就行啊！学士人抗了人做嘛计啦？汉人，你对我的恩宠已散，今年大家弟定要来离开，父母都在此地因你送骗啊！来也。